全地听，求你叫心作我心情，情天无平无遥远，我愿看见你大心愿，完全归根安情歌，我愿永恒，我再永恒。永恒，永远的留你主人情，我热情可言可听。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第59篇，我来启，恁来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心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过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求叫伊的名，拢会得救。毋过伊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切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伊的脚只哪领哩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伊欠真正拢无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以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三个来祈祷。施阮祝福的大君王，耶和华我的主，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你的面前拍拜，阮要学乐，阮要向你认罪悔改。阮常常骄傲自大，看轻你的律法。主啊，求你赦免阮，任命阮的无知，互阮再一摆，搁向你来求讨你的智慧甲救恩临到阮。阮嘛常常掠悬家己的想法，袂记你所有的智慧、才能、祝福、宣传，是全部对你遐来。主，求你施阮祝福，伫阮遮无知的人身上，求你搁再一摆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灵，将你的公义、能力灌压伫阮的心上、阮的灵，将丰富充满阮的生命，将重担成做祝福，将欠缺成做生命的快乐甲帮赞，将悲伤成做快乐的美娘。我要看见
信的人得到救。我要看见学乐你的人得到福气。我要看见行你的义的道路的人得到祝福。愿咱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接着咱来看教会的消息。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中会所定的传道部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小会公告同意。第一点，本会信徒魏振昂兄弟的成人会籍转出到高雄中会德成教会。第二点，本会信徒林冠杰兄弟蔡亚平姊妹的成人会籍，林宣允的小儿会籍转出到台南中会大湾教会。以上愿主施恩赐福。第三点，下周主日4月26日举行2026年第二摆圣餐礼拜。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的礼拜，亲从礼拜是第二昨4月18號舉行，敬請全體陪餐會員備辦心共守聖餐。第四點，本會2026年上半年度的裝備課程已經伫4月10號拜五已經開始，敬請有報名的兄弟準時來參加。第五點，本會定伫4月25、6月6號、6月13、6月20、6月27拜六上午8點50到12點舉行靈修密集班，地點伫富堂，費用是1000塊，掛5擺中晝頓。講師是總裁林牧師，敬請有報名的兄弟準時參加。第六點，114年的捐獻證明收據已經寫好，伫本主日開始伫教會1樓廣場咧開始分，敬請兄弟到公報欄來查詢恁本人的收據的號碼，才來排隊來甲辦公室領。第二，具體消息，學青牧區定伫5月9號拜六下晡5點半舉行Beautiful Love 母親節活動。Beautiful 是美是真多，加上有是你 ，Beautiful 是水的結合體，意思是做你家己就是水。當日有安排化妝的，來為着媽媽來裝塔來打扮，名額有限制毋是全部，毋是全部。先困也邀請你來到阮的當中，互阮有機會來用行動來表現。阮要甲你說聲謝謝，報名請洽詢辦公室。接着，咱請陳牧師。教界消息吼，咱中华教育部去年有抄这个疏导性行段这毋对的吼。这个稿纸已经有定起吼，咱会当到2楼的柜台来领取。第二，高雄中会传道部伫4月25过来这个拜六有举辦迈向100金10年的宣告大會，地點伫鹽埕教會，講師是蔡望堂牧師。若有報名的，迄天會使8點，教會集合來出發。第三，高雄中會婦女事工部伫5月7日，會使去舉辦母親節的感恩禮拜甲專題演講，地點伫即個林文宮的餐廳，費用600，婦女生活隊有補助300，歡迎姊妹伫咱即個主日以前是屬於隊長來報名參加。第四，伊斯拉事奉中心定伫4月28暗時7點半，伫高雄福基教會要舉辦
李永新牧师的这个培灵会，伊的主题是绝对的肯定，绝对的感谢。咱教会有福音车要前往，咱若有要参加的，都要赶紧登记吼，因为额满就为止。欢迎参加。伫本主日进前办公室来报名。以上。接续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语，伫马可福音16章14节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4节到20节。恁来看，我来恭读14节。后来，在个学生坐伫遮个时，耶稣出现，互因看见，责备因的毋信甲硬心。因为有人看见伊已经过活，伊也毋信。这个人的话，耶稣搁甲因讲：恁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百姓。信来受洗礼的，要得到救；毋信的，要受定罪。信的人要有这个信者，对因就是脱掉我的名，赶鬼。讲信的腔口掠蛇，也是啉到什么毒也无伤害，搁用手判病人，因就好。19节，主耶稣甲因讲煞，就得到接纳上天，坐伫上帝大边。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主甲因做工。用对因的信者证明这个道理。阿门。而乐，咱请上年献歌队。讲到回应传福音的使命，回应传福音的使命，咱请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主日是中华传道部奉献的主日。感谢主牧师受派伫咱家己的教会来呼吁兄弟姊妹关心咱中华传道部的事工。这个传道部主要就是要传福音，传道的使命。希望每一间教会拢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
互教会得救人哪加添，互上帝的国度哪广阔。所以传道部主要的工作就是关心传道书。当卫生人伊毕业的传道书受派到教会就是传道部有责任爱帮助因伫即个过程中间会当成长。传道书到要做牧师有相当久，这就是一个养成的过程拢需要接受训练造就这个传道部咧做的工作。佮毋然呢，也关心伫在职的牧者的进修，所以逐当拢会办牧者的在职进修，嘛会办中级的训练像即马咧推动黄金10年，所以就办即个宣告大会伫延平教会伫即个拜六这是传道部拢固定咧做的佮要安怎帮助教会会当来发展，所以传道部也有办真侪即个训练的会希望会当互教会拢会当真正无袂记日，传福音就是咱的使命传福音就是咱的使命感谢主也多谢大家伫过去拢有为着传道部来奉献，希望透过恁的奉献。恁的关心，恁的带导互中华传道事工拢会当进步感谢上帝咱伫即个时代看到台湾，还是看到世界各所在，拢感觉传福音的工作哪来那迫切，哪来那迫切。咱伫台湾，逐人拢是咧超找一个信仰。伊若无听到福音都无人传，都无人切派，都无人听到，伊要哪会信？无信伊哪会求？所以咱就是爱传扬福音头拄所启用的，就是咧甲恁讲安尼迄个传这好事的脚者的，因的脚步水到怎样？希望咱拢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今日咱读的这个马可福音，这是主耶稣伊要上天进前，责备这学生，因为学生唔信责备唔信，心硬这是若无经历到上帝的人要信足困难，心拢足刚硬。咱最近咧读这个出来记记咧讲这个法老看到神了。伊心就软，但是代志一个过伊的心就更硬起来。所以要传福音是无简单的代志。刚才那伫我伫迄个海边来教会人足侪拢是精神有问题，若无就犯罪鬼，无就有真重的病情，无办法的。伊来信耶稣了，有的人好去，好去伊就离开去伊是讲我都无需要有人信就搁离开去，因的心有背逆真刚硬。那这个法老共款，法老是一个代表心中硬责变伊甲真正放以色列百姓离开所以咱要带人信主无遐简单搁信主伊毋是干那去经历着信者尔。经历信仰，迄个根基嘛无够在，伊就爱真正明白真理。到底现在咱就爱来拜上帝，咱就爱信耶稣。对这个真理若有清楚，有这个真深的真理的基础根基，所以教会也在做教导的工作。伊若毋捌真理，可能环境一个变化代志一个变化，可能拄着无好的代志，伊的心就开始怀疑。伊就开始唔信，所以念这学生对耶稣惊当到安尼，就到因五旬节期圣神降临，因真有圣神充满，因知耶稣是基督，所以因就无惊吓，好胆来传扬耶稣。感谢主，主耶稣伫这段经文应允
这个学生就爱去传福音信的要得到救，唔信的要受定罪。因奉主的名，无论是赶鬼、讲新的方言、掠蛇、啉什么毒物、手换病人，病人就好去。这个新的技术拢要滚地，这个新的技术要证明因所传的。所以耶稣就是爱学生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互这个福音会通传到天边海角，叫做天边海角。教会存在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天边海角。感谢上帝！咱传福音的工作，耶稣差派人，唔那限定讲是使徒是这个牧师、布道家、训练家、培灵家，唔是干那安尼耶稣爱所有信义的人。所有信义人拢来做这个工作，所有信义人拢会当做这个工作。当圣神临到咱的时，咱拢得到开力，咱会当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伊的干净。对近的所在到远的所在，对小的所在到大的所在，对可能较容易传到困难传，拢爱去做。这是这段圣经主耶稣爱咱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咧看教会，教会伊所想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起做耶稣基督的身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意思就是讲，咱逐个人拢会当来做，这个工作是咱逐人爱做的，这个使命是咱逐个公家爱来承担的。所以，当高雄中会的这个主日高雄中会咧推动这个宣教黄金10年毋望每一间教会拢会当诚做传福音的教会，每一间教会拢会当复兴起来。我相信咱有种教会，咱也是抱着这款的心志，要来复兴咱的教会，咱免来回应这个福音的使命。头前牧师要甲咱分享，就是讲，咱咧甲福音的使命当作终极的关怀。这个终极的关怀，这是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讲的一句话：信仰就是咱终极的关怀。意思，信仰就是咱上界重要的代志。这个代志咱无关怀袂使，咱无关心袂使，咱无要紧袂使，咱无做袂使，因为这就是无袂使的代志。所以传福音若甲当作讲，这是我爱做的，无袂使的代志。那安尼时，咱就较会伫咱的关心咱看去保罗伊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伊甲即个传福音当作伊无做袂使，所以咱来读哥林多的批讲我传福音无啥人夸口，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迄福音，我就知的。但是我若关心做这个代志，就报想。若毋甘心，这个责任都已经交我无打袂使。保罗用即款的心志，就是讲无袂使，这已经交代我我若无做，我就知啊。保罗甲看甲遮严重所以保罗伊为着传福音，咱来读《使徒行传》讲，即摆我要去耶路撒冷，我心足迫切的，我毋知会拄着什么代志，毋过圣神讲，伫逐个城拢讲有迄个少年甲患难咧等我就是我去到什么所在可能用掠伊，会用掠伊关。我会拄着患难，我会拄着危险，这拢咧等我。但是我无要紧，我无掠我的性命做宝贝我因缘来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爱完成的代志。我来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这就是保罗保罗就是咱上爱水的一个模范所以这个上界要紧的关怀，
无其他物件会当来代替。这是上界要紧，上帝看做要紧的代志。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中间，什么是你看做上要紧？你甲惜命命的，迄就是你终极的关怀。对，咱有足侪咱种看做宝贵的物件，兼在你的孙，你甲惜命命，你的迄个受装的好的物件，你甲惜命命。但是上帝是咱的上帝，伊是咱的上帝，咱应该就要甲上帝当作咱上爱的。上帝爱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你毋通甲以撒当作你的神，你甲即个以撒惜命命当作无袂使，就是代替上帝伫伊心中的地位，所以爱伊献以撒。连伊上界听的都愿意献予上帝，就是伊真正是听上帝。到底咱听的是啥物？保罗讲有人因的迄个跋倒就是因的上帝，就是因有人食就好。当然，这有人食嘛，足要紧的。咱这个这足重视食的民族逐物件拢是食的但是食毋通变做咱的跋倒。上帝毋通变做咱跋倒变做食较要紧所以伫即个所在要甲恁讲的，咱做基督徒，咱有即个使命，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咱就看做要紧。保罗伊伫哥林多的配讲我定着意思我伫恁中间我无要传别项，我敢若传耶稣基督搁伊顶十字架，这是我看做上要紧的、上界宝贝的。因为若无耶稣的十字架今日我就伫罪中灭无啦。若无耶稣的十字架，我袂当得到救赎。所以我今日我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我，所以我看做上界宝贝，这是我上界关怀，我掠耶稣基督做至宝、做第一好，我甲万民看做本色。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上帝的囝儿，咱咧做什么款的代志，咱就爱甲耶稣基督做第一好、做至宝。逐项代志拢是为了主来做。今日咱做姊妹，兼在做家庭主妇，你爱照顾你的家庭，你爱养饲你的囝儿，你爱帮助你的丈夫，这个咧做的，嘛是拢为了主耶稣基督。咱这个家庭咱拢会好，大家拢会当热心敬拜上帝，大家人拢会当伫这个信仰内底来领受这个信仰的好处。咱会当为了这个信仰来做见证。兄弟姊妹，安尼咱就是一个家。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作上界重要的关怀，咱甲看做要紧，咱才会去伫生活上，伫咱的家庭的中间，伫咱的职场中间，咱要来回应这个福音的使命。伫这个传道部的助理，搁一边来唤起咱兄弟姊妹，咱是有使命的人，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家庭，伫咱的职场中间。把这个代志刻伫咱的心肝顶，咱爱做传福音的工作，有好的机会咱就传。所以第二项，咱就爱掠条传福音好的机会。最后所讲，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听，恁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当时要传，事实上是足困难的。讲圣神临到恁就对。耶路撒冷、便利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到地极，地极天边海角，卖偌远的。保罗当时要传遍天下，当时的天下就是小西亚尔。伊毋知上帝后来佫讲，你着去到马其顿，去菲律宾的所在，竟然福音传去欧洲，欧洲了来到美洲，美洲佫传到来亚洲，规个世界。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但是也无听到福音的人也是足侪。较早要传福音是足无利便的，保罗就是坐船，无就是行路。咱较早的宣教师，迄个巴克的牧师马加国，迄个医师因去到目沙传福音为台南新人行啊
进前因就捌去体验吼。即马咱迄个戴牧师你有咧体验，我去行看卖，行当时宣教士行过的路，为大人行到目屎行偌久，行9点钟啊！哦，即马咱行1点钟就脚就酸，就行袂落啊，行9点钟，真正较早拢爱行路，去遐传福音。实在咱看到初代教会即个宣教师，初代教会传福音。即马毋是讲像即马也有车，也有火车，也有飞机，也有船东，拢足方便。即马会传播中间也有网络，也有迄个 Google 手机什么东物件，要传达的工具足利便的。即马咱要甲咱的朋友传福音其实有时虽然你种呢，透过你的手机透过你的来，你嘛会当甲伊分享，你嘛会当甲伊分享。有啥物好的物件甲伊分享，有啥物款的领受，有啥物款的体验会当甲伊分享。咱就是用各种的方法，会当甲即个福音好消息来传出去。即马咱是一个真正上界方便的时代。咱上可能甲即个福音传到天边海角，所以咱袂使拒绝即个传福音的使命。今日即个世界已经成做一个地球村，你若讲要去非洲24点钟内若机票拢同甲你办好你坐去拢无困难，你要见到啥物人拢有可能所以。即马会距离愈来愈缩小。咱伫台湾的所在，咱搁较是爱传福音。兄弟姊妹，咱即马还搁是历史，还搁会当做主的工，会当传福音的时，迄个意思是讲，咱即马还搁活的是，咱会当来做即个工。咱今日伫台湾，台湾是上界自由的国家。对迄个所有的讲华人来讲，华人。就是咱是若讲咱的种族是华人，今日伫中国有自由传福音无？无，即马愈缩愈严，愈急愈严，不准你传福音，不准你聚会，所以有真侪中国的信徒因着甲足侪训练拢刷去别个所在建立因的遐个训练的基地，因是偌困难的，因要去读。新人伊是无法度的代志，因要接受训练，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咱台湾即马是上界自由，上界自由。咱若无掠着即个传福音的机会，咱真正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为着即个传福音的事不断祈祷，求上帝互咱会当把握即个机会。时间一个过，可能就无伊啊。我毋知上帝互咱的遮尔自由，会当为主做工，会当传主的福音，会当关心福音的使命，的时间偌长咱毋知，但是当咱会当做的时，咱会爱抓住这个机会。第三，咱爱真正顺服主的命令。头拄咱读的主耶稣讲，咱爱去普天的传福音。召万百姓来做亚生，这就是命令，这就是命令。主的命令，咱就爱听。最近周新作牧师有讲一个短短的话，我感觉真趣味复杂的代志简单做，简单的代志重复做。所以咱的幸福小组讲咱迄个简单持续。重复做毋是足困难啦。要甲人分享信仰的代志，毋是讲你毋知，嘛是讲你知，讲你有领受的，讲你有经历的，毋是真困难。只要你若会当重复去做，伊就有效果一届、两届、三届可能受拒绝，毋过一届、两届、三届，这发到遐热心10届伊都会改变所以人你若不断甲关心不断甲传福音，甲伊分享，一届袂成，两届袂成，以后有一届伊会成
简单的代志中好做，但是上尾句讲哦，重要的代志哦，顺服主来做，重要的代志。头拄我讲传福音，这是重要的代志，这是重要的代志，这是终极的关怀。咱无关怀袂使，无做袂使，这是重要的代志，咱就顺服主来做。感谢主，咱知影要传福音无简单，但是主讲，伫人是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袂，毋是靠家己，我靠上帝。祈祷有迄个机会，上帝有你的机会，你就掠条，你就去做。你看真困难原来人要推销这个Coca-Cola ，Coca-Cola 讲要去推销，伊问讲迄个要互回收的人每一个人一手拢去摕一罐这个 Coca-Cola 头讲哪有可能？这足无可能的，因拢无爱啉这个 Coca-Cola。但是，当你真正认真去推销，这个 Coca-Cola 真伫台湾变做足普遍的，伫非洲嘛是足普遍，伫各所在嘛足普遍的。就是咱爱相信有可能，相信有可能。咱的主耶稣讲恁就爱甲福音迄个传到天边海角，去普天的传福音，传到地极。咱看主耶稣甲咱讲的一句话，检在咱若无信心，人讲有法度，较有遐困难，遐远的所在要哪会到？但是感谢主，咱的主耶稣叫咱去普天的传福音真正这个福音到今日足侪所在，咱可能都听都毋捌听到的，去都毋捌去的所在，已经拢有人信耶稣。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主耶稣的命令，咱就听。咱若做军人就知影讲，军中若命令你袂使违反，违反就是你若伫战场叫你安尼，你无安尼的时阵这是有生命危险的。兄弟姊妹，咱听到主对咱的命令，咱就欢喜去做。当咱欢喜去做，我相信得觉就会有果效信也就会发生伫咱的中间，不可能就会成做可能咱今日信的人，就是爱去成做传福音的人遐无信的人，才会当听到福音。保罗伊掠即个做伊上界要紧的，掠做伊无做袂使，甚至伊无做安尼有在的啦。所以咱也会当去传福音，我相信咱台湾的百姓信主的人就会哪来哪济台湾伫差不多 COVID-19 进前台湾的教会足积极的传福音，基督徒成长到真正7%以上，较早拢2%、3%、7%，7%是一个若佫突破去就足紧的一般人6、7传染病人6、7会惊啦。但是可惜 COVID-19 真正我若一个阻挡，足侪人这个 COVID-19 影响，有的人就惊这个组织，所以教会组织的人就减少去。即马就用直播即马人为着用网络人拢减去所以教会有搁较少，照即马的教学的统计但是我相信主爱咱，互福音会当传遍天下，这是主的命令，这个命令袂改变，咱应该着去做。咱应该就爱学习历代的这个圣徒，咱就爱来跟缀伊的脚条来行使徒行传讲，咱对耶路撒冷变入来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伊的见证，这嘛真有意思。耶路撒冷就是较近的所在，较近的、共种族的、共语言的、共文化的，咱就爱较好传，咱讲较会通。今日你若要去到非洲，你袂晓讲因的话，是免来甲因传毋是讲咱毋免去传，是咱要传咱就有困难。所以咱为近的所在、较远的所在
相信当咱有去传，圣神就做工。我进前当听到咱迄个名传执事吼，伊伫早岛伊就做干净。伊讲伊的小弟吼，伊信主了，感谢主伊就传福音互伊厝内人。那伊妈妈来信，伊上要紧是伊的那因太太甲伊来信，伊的小弟、伊的弟夫拢来信。原来因伫遐是拜甲足上重的，伊足热心的啦。因为伊的弟夫定定有这社灵的交叉有诶无所以就愈交叉就愈拜愈拜就是愈去互低调的。若有啥物会，有啥物代志，拢爱去。伊讲要传小弟来信了，所以伊看是真困难，但是感谢主，伫人是袂话，伫神凡事拢话。上帝会改变一切看来有够困难的，但是祈祷，但是好胆去做，顺服主的命令去做。这个伊的小弟明心甲伊的太太都来信主。佫足热心，毋但伫教会这个高中姊妹的服侍，下再是早岛来带诗歌敬拜参与，甲伊的小组长常常来拜山祈祷的，拢来参加祈祷的，足热心。我看了感觉这个名传接触起来，就互人感动伊就是尽伊应该去做的，对主有信心照主所有范围去做，该去传就去传，所以伊尽应该做的去做，有好的见证，所以会当带这个家庭拢来归应主。一个人若信主，若会当互主使用，伊的影响力足大。像牧师我的妈妈因为拄着老爸破病，所以走投无路来求较尾来信。信了，感谢主，这个家庭信主，所以我是迄阵拄上细汉的，伊就甲我献互主，我做牧师，我做牧师，即马我的迄个后生新妇拢做牧师，感谢主所以当咱若有天条伫主，有行伫主的道路，有可能主会伫咱的家庭来兴起上帝所要使用的工人，咱会当继续来服侍主，更较济来服侍主。兄弟姊妹，这毋是照咱家己所会当做的，这是上帝恩典。所以去普天的传福音，毋是一个口号，是咱会当照咱上帝予咱的恩赐，伫咱徛起的所在，伫咱做会到的所在，伫咱会当去做的所在，咱就来做。迄个宣教师是特别受呼召放弃因家己雇佣好的前途，来到咱这偏僻的所在，来遮受足侪苦楚，甚至危险，甚至性命会危险。有人嘛，因安尼失了性命，但是因顺服主的呼召。所以有人讲，今日咱的这个传福音的路，就是宣教师因的会所铺成的路，就是有因前所做的，这个感动人的代志，感动咱。伫咱台湾，马甲的故事拢一直咧流传，这个马雅国的故事咧流传，巴克勒的故事咧流传，这个南台北的故事咧流传，无论是伫北部、伫南部、伫中部，拢有一款的故事咧流传。咱拢受了这款的感动，受了这款的呼召，互咱来回应主爱咱做的这个福音的使命。看报这好事的消息的，因的脚只水到怎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来对这个脚条来行。我前几天听到这个咱河地教会陈武正牧师。伊拢甲韩国三一教会有迄连结，听伊分享，伊讲三一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出来宣教的教会，伊拢家己出钱出工爱请假，
来到台湾，话也袂通，毋是靠着因的热情。去到庙口，大家就跪伫迄个所在吼，为着遐人会当得救，安尼祈祷。即若伫咱讲，哎哟，你这样咧做这事，哪有啥物好？来做这代志，但是吼，因就是凭着一个月迄个传福音的热情，就是为了即个土地人的得救来祈祷，会通袂通，用各种的方式来去表达。但是足奇妙，就是有安尼来信主的。但是这就是咱的一个精神，咱无论无共款的信仰，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语言，但是为着福音，咱拢欢喜去做。感谢主，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超过1300间的教会，就是过去有足侪人传福音所来去做的。即马咱的教会，咱就看到因的这个少子化，这个少年人愈来愈少，囡仔愈来愈少。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关心咱的下一代。今日长老教会伫台湾虽然有超过1300间，但是长老教会有足侪教会就是失去这个传福音的动力，佮失去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咱若愈无咧传，咱就愈袂晓传；咱若愈无咧传，咱就愈无爱传。迄个动力愈来愈少。求主帮助咱，咱嘛为着咱的教会祈祷。有人咧传福音，咱非常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欢喜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因欢喜付出，求上帝纪念这个真正欢喜去做传福音的人，报这个好事的消息的，因的脚步水到山样，上帝得个纪念，上帝得个祝福，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回应这个福音的使命。上帝一定会甲咱同工，上帝一定会用新约技术来证明咱所传的。求主帮助咱，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这中华传道部的奉献主日，阮过来思考，阮来回应传福音的使命，因为阮。有人传互阮，互阮会当来得到这个福音，毋是阮家己得到，就要搁甲这个福音传出去。阮若去得到主的听，阮就要搁活出这个听，搁会当分享这个听。主啊，求你互阮有将教会，阮兄弟姊妹，毋是甲传福音当作口号，互阮会当学习你的款式，就是行遍。逐个城，逐个乡舍，会当看到足侪人因困苦流离，那像游牧牧者，伊就来传天国的福音互因。看到有病人为因祈祷，因的病就得到医好；看到侪侪受苦楚的人，会当真正奉主的名为因祈祷，互因会当离开这个邪灵的苦楚，互因会当恢复健康，互因会当知影有一个真个我的上帝。主耶稣，恳求你帮助，互阮的教会，到伫这个21世纪，到这阮即马传福音遮尔方便，遮尔自由，互阮会当把握这个机会，会当做你爱阮做的工。求你纪念这个咧传福音的，主啊，你加倍祝福因，互因真正照你所讲的，有新约技术来对因。来证明伊所传的道，主耶稣感谢你，求你祝福伫阮中华的传道部所做的工，毋但会当培养牧者、培养教会领袖，会当激起侪教会传福音的热情，互教会会当真正来完成你交托阮福音的使命，互新的人家庭伫阮的中间。主啊，台湾是一个真正拜偶像真流行的所在，因需要帮助，因需要有一个神帮助因。但是若无人甲传，因无听到，因太讨神。主啊，恳求你帮助，互基督徒会当得到奋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求你纪念中华这个传道部所做的，
以及阮教会也会当回应这个使命，尽力去做。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来回应是541首，将听传出去，咱起立来引全首。感谢主哈，这首诗歌是潘无良哈，这毋是牧师啥我毋捌，但有可能牧师做的一首歌，将听传出去哈。咱真正无论伫街头、乡里、透风落雨，咱应该将这个听传出去，将福音传出去，会当把握机会传出去求上帝帮咱。咱会当为着咱教会即马咧做的即个传福音的献恶小组报道工作来祈祷。咱嘛为着咱中会伫即礼拜有宣教大会有蔡牧同牧师的培灵会希望透过即个会当激起大家传福音的心志。咱也为着咱即礼拜拜六开始有即个领袖的密集班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咱也有足侪门徒的课程咧训练来祈祷，为着咱无论是校园还是咱的社区的事工接触希望兄弟姊妹咱会当参与，会当关怀，会当带人来，介绍人来，为的是像咱的真爱人的事工，足侪社区的长辈咱嘛有机会介绍伊来，互伊有机会听到福音。咱拢为着即个代志来献上祈祷，嘛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特别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即个伊朗的谈判起起落落，咱只有倚靠上帝，求上帝掌管，互即个代志会当得到成就，互世界会当得到和平。咱为着咱软弱的肢体，咱带到主的面前来祈祷。咱若有什么款的祈祷，咱字排列，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定着的圣日，主啊，伫你的殿中敬拜。主啊，今日是传道部的奉献主日，阮特别少点遐为了传福音来到台湾，因奉献因一切。为了主甘心来付出，来起造教会，来传扬福音，互教会会当伫逐所在得到建立，互得救的人若加添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你赐福伫阮中会传道部的工作，能当帮助这牧者的培养，中心
领袖的训练，主啊，教会会当激起传福音的心志，主啊，有传福音好的策略，主啊，逐间教会拢会当看重传福音的工作，互得救的人拿加天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你祝福，求你祝福伫阮教会幸福小组，足侪同工因投入出钱出力，主啊，因就是要为主来得人。主啊，圣神求你运营做工，大大运营做工，为这抑阁无信的人会当拍开心门。主啊，求你同工，主啊，互因会当听到福音，主啊，会当怜悯，互因会当欢喜来接受耶稣基督做因一生的救主。主啊，阮恳求你祝福伫阮的教会有无共款的事工来推动训练人，还是接受整个社区校园足侪也未信的人。主啊，伫台湾人需要福音，因需要一个真神，但是因毋捌，因着拜各种的偶像。主啊，阮求你怜悯，看到台湾这偶像的流行，阮的心搁较迫切。阮恳求你激起阮传福音的热情。主啊，会当为着阮的骨肉的同胞，阮欢喜付出。主啊，所啊，愿你施恩，愿你看顾。主啊，祝福你的百姓。主啊，为着阮教会这软弱的肢体，主啊，有人伫手术了的复健，有人伫病痛的治疗，甚至有伫癌症中款的治疗，需要你的恩典。主啊，你的保护裂卡，主你的大权能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做医治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主啊，所啊，阮所有来到你的面前的，阮任何的艰苦，主啊，照你讲的，阮凡事只着恳求祈祷，感谢，甲阿爸爸讲，阿爸爸啊，求你帮助阮，求你怜悯阮，求你医好我。阿爸爸啊，求你。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互你救赎的恩典交伫我，互你医治的权能交伫我。主，我感谢你，主，我学了你，伫新的主日，伫你的殿中献上祈祷，愿你感答阮的所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奉献，咱请执事来服侍。兄弟姊妹团队部有一个这个奉献录啊，吼，咱若有关心，请咱会当照咱的感动来为着团队部团队事工需要来奉献愿上帝纪念恁所献上的加倍来祝福。起立来应奉献的诗。主耶和华，你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袂得烦恼，袂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佮上帝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咱所有的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
咱有缘徛咧，祝福车恳396首。我的所谓救主出我我心中充快乐，爱给年轻爱无可，我一分的主卡波，对主卡波，对主卡波，敬畏供养主所罗。应能冠冕为主信仰，纵万心之面仰仰，今日我会实现，是对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得几最更定。光为恩惠对万罪，所修炼我给你，我内心求主帮助，那苦那在我莫行，稳定莫行，稳定莫行，孤单中同世界。祝祷咱请陈牧师，当恁通平安去，圣神充满伫恁，互恁得到开力，会当对近的所在、较远的所在，对较熟悉的亲人朋友，到无熟悉的亲人朋友，来为主做见证，互因来得到救，互因会当真做有福气上帝的囝儿。互福音会当传遍天下，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整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妹。请坐，闭会。